嗨，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我係 K 進。今日聖誕節啦，又嚟到福田一邊，咁搞一個聖誕派對。內地就冇假放，不過香港呢通常都係放4日假，就唔少香港朋友都上嚟。咁呢個聖誕派對到底點樣玩？咁一陣再同大家講啦。今次呢就喺福田市中心嘅餐廳去搞嘅。我哋之前呢，其實都有去過呢個餐廳，咁我覺得個氛圍幾唔錯。咁就嗰日呢，就包咗2張嘅白人台，咁總共呢就有16人去參加嘅。主要嚟嘅人呢，即係都係香港人。嗰幾日大家都知道啦，有成幾十萬嘅香港人呢上嚟深圳玩。呢個派對呢，其實簡單嚟講，先即係用啲簡單嘅桌遊啦，去暖下身啦。即係例如藝人掘金或者啦啦，即係玩完少少桌遊之後呢，就可以食晚餐啦。我哋今次叫一個海鮮套餐，其實都幾豐富下嘅，都包埋啲雞尾酒或者葡萄汁等等，咁都算 OK。食完呢一個嘅聖誕飯之後呢，咁就搞一個幾特別嘅聖誕交換禮物。有啲人呢就帶咗朱古力啦，有啲人呢就帶一啲嘅都幾有特色嘅 LEGO 或者呢保暖杯、酒啊等等都有嘅。我覺得其實即係大家嗰個聖誕禮物都幾花心思。咁又搞完呢個聖誕交換聖誕禮物都仲未完，大家呢即係再夾玩下啲桌遊，即係例如狼人殺咁樣啦。咁其實呢啲可能比較10幾條友一齊去玩呢，即係個氣氛都幾 OK 嘅。然後就做少少嘅自我介紹咁樣。咁當然啦，我覺得深圳嘅聖誕氣氛呢，雖然就冇香港咁好，但係性價比呢，我覺得至少都係比香港高唔少嘅。個數據又話俾你聽，第日香港人呢嚟深圳過聖誕嘅人數一定係越嚟越多㗎啦。至少即係香港食餐飯都成400-500蚊，咁你可能深圳我哋夾翻埋每就有100幾十，所以其實嗰個價格呢，即係其實都係差非常之遠嘅。我覺得即係而且食嘅嘢，我覺得都係依家水準都係差唔多，唔算話差太遠。咁我都幾鼓勵多啲香港人呢，即係大時大節上嚟深圳玩新啲嘅地方，有一個唔同嘅感覺。如果即係遲啲啦，可能即係啲新年啦，或者一啲嘅中秋節啦，大家亦都可以上嚟玩。最緊要 follow 我哋啦，留意住我深港交友嘅資訊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！